面门带小妹门客长，门客长非面话行，有面的都做门客长非面话，面话是客长，面话是客长。别走酒多没波方面，忙公安张标张卖穷将烈。标酒酒多没波方面忙公外张标张卖穷将烈，就是穷将烈，卖穷将烈，就写这个将烈，标酒多没波方面忙公安就是个公安这上面就是好读音，其实写个阳字上，它这个上面是阳，腹就下面往下面，这个阳就是上，这写成这好读音对上。张标卖一张房子，将烈宽的将烈。标酒就是房主，标就是房子，标酒多就在没波方面上去，忙往公外就是往上看，上就是上的意思。这个上字一般我看那个苗语是个阳字，是个阳，就是这个读音比较像。张标，那前方呢？将烈就是宽的，外的宽。标酒多没波方面忙公爱，张标将烈宽的。我们是人类的一份子，别人多有酒，我们多有唱。背呀哈，背着船长民族，都朋友照当罗马杯，能用自茶容，杯子老钢杯罗杯啊。